台南市代表队在去年全中运比赛当中，总共拿下24名金牌、31名银牌、43名铜牌，总计98名奖牌，创下全市合并以来上侪名奖牌数。而今年台南市嘛派出有史以来上侪人，总共有1056位选手参赛，每一位选手也拢信心满满，要替家乡台南争取荣誉。我们参加的是羽球，还有桌球，还有田径。然后我们这次目标是男生团体冠军，田径跳高第1名，然后桌球也是冠军。有没有信心？有。大家有没有信心？有。你们参加什么比赛？举重。举重。有没有信心？有。这次目标是什么？金牌！台南市举重第1。市府在17日特别举行授旗仪式，由市长黄伟摕授旗予台南市体育总会理事长吴志祥，希望台南代表队拢会当旗开得胜。这个授旗承载着台南市民的殷殷期盼，也承载着台南市的荣耀。去年我们参加全中运，获得24面金牌、31面银牌、43面铜牌。我们期待今年也能够有更好的表现，因为我们这一年的抹兵力嘛，这个努力训练有更好的成绩。今年的代表队也是有史以来最多人数的，有1056位。我们期待在这个比赛中能够获得佳绩，为台南市争光。各位也都是台南市的荣耀，我们也很感谢他们，各位老师辛苦的指导，以及同学勤奋的练习，这一点我们特别的感谢。今年的全中运各项比赛，在17日将在云林国中馆热烈展开，一连6天的赛事，欢迎市民大众到现场感受比赛氛围，也则是透过全中运官网连结观看即时的转播，做伙来为台南市的选手加油。台南新闻张硕伟采访报道。